有請各位。請各位董事、各位理事全部上台，唔該晒。做辦嗰個呢個亦都邀請油尖旺區民政事務專員李家榮太平紳士上台都發言嚇。唔使玩啦，我呢個就去晒咩阿聯酋啊、蘇特啊，到呢個玩啊，唔知道今年咁大鑊啲人，今年去到我呢個時候哇，好似世界咁樣靚呢個世界，啲嘢好豪華，係啊，係啊。啲水地啊，喺度係啊，我都放下喎，係啊，我都諗唔到咁快，以為好穩定啊，呢個科技中心。嚟嘅，我諗唔到啊！我哋請阿張榮主席唔到會打嘅，冇理由打嘅。我哋大家為祖國15年嘅規劃推行順利，乾杯！又為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成功施行，乾杯！為我哋在座各位健康快樂，乾杯！張主席啊，園長同埋台上各位，請移步到台下就座。多謝各位，多謝各位，大家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就香港穩定繁榮，經濟蒸蒸日上。最緊要開開心心，我哋咧都係身體健康啊，絕對冇錯啦！呢一句係新年賀詞啊！恭喜晒！你慢慢落台嚇，執翻好個位置。